的儿女转向你、面向你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。你的圣灵充满了我们，如风吹进我们枯干的心，我们的灵魂再次被你的充满。我知道，我在这时候，在这个时代，我选择跟随了你。这样的我不再推迟我自己的意愿，我就是单单的来仰望你，跟随你，不再推迟，不因其他的阻碍而不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知道你其实都一直守在我们的身边，默默的与我们同在，不管何时何地。尽管我们遇到了其他的困难，而没有来到这里，主耶稣，其实你都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心中充满我们，填补我们的空缺。孩子，感谢在这里赞美。